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3月初5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中国研究讲，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变化出149种了后有无同的形体，其中一款 LR 型力头上介强。美国加州宣布进入紧急的状态，因为州内诊断确定的病例已经有53个人，还有一个致病过往。因为冷气团的影响，早起7点10分，玉山落雪，一直落到7点50才点落来，雪有积1公分悬。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病毒到底是对倒位产生？中国上届新的研究指出讲，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变化出149种了后有无同的形体，其中一款 LR 型力头上介强。咱国内专家是提醒讲，即马已经有厝内也有病院烧化，总是病毒是幼甲看袂到。所以民众若入去电梯，喙炎有挂，嘛着爱较减开讲咧。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已经有42例，病毒来源甲突变情形，外界拢在议论。中国研究团队发布上新的报告指出，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产生179种的突变，出现 LR 型甲 SR 型，其中 LR 型较有侵略性，传染力较强。而且病毒来源甲比保新型冠状病毒更较接近。L 亚型就是传染力比较强，临床表现比较明显。刚开始在你都不理它的时候，这种病毒就占优势。可是呢，当我们开始做隔离啦、做检疫的时候呢，这种病人容易被认出来，就被隔离掉了，就不容易传。国内专家表示，虽然新型冠状病毒产生变异，不过变异位置无伫有放射研发的抗原顶面。推测对有放射甲药物研发应该未造成影响。另外，国内陆续出现厝内底传染、病院群组感染，甚至感染源无清楚的个案。专家认为这是社区传播的警讯，建议民众伫电梯这密闭空间当中，就算挂喙安，也应该尽量避免卖讲话。就怕有人戴得不好而已啦哈，比如说他没有密合他的那个金属片，或者他口罩戴的其实不是覆盖得非常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公布社区管理维护指引，建议社区住户应该保持过来洗手的习惯。若是要举行集会活动，就要先做好风险评估。住户若是有慢性病或者是有心的人，这高危险的族群，应该避免参加。社区保全甲管理人员工作时阵爱挂喙安。另外，社区室内儿童游戏设施的公共所在是建议暂时莫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目前管制近来捌去过中国的旅客入境的国家有影是袂少。马来西亚的沙拉越这手的政策煞一变再变。昨因为佮甲台湾包含入去中港澳的范围内底，唔允准咱的国民入去沙拉越州内底。外交部当就出面呼吁中国讲，唔通佮再出骹手，派军机来说，放假消息来扰乱，佮影响国际斗争台湾。原本初早解除台湾旅游署入境管理措施的马来西亚沙拉越州政府，测试政策大改变，宣布台湾加入去中港澳禁令，也就是禁止过去14天以内捌去过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甲韩国、意大利、甲伊朗的外籍人士入境。外交部表示，目前当地甲当地交涉当中。他是透过他们那边的总领事馆他们在古晋有个总领事馆，透过那边去向沙拉越的州政府施压。那当然，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就知道了。然后我们现在驻马来西亚代表处已经向沙拉越政府已经在交涉了我们希望说他们能够改正。受到一中政策影响的个唔那沙拉越州，尼泊尔嘛因为中国介入强烈压迫，停止核定台湾人落地签。台湾驻印度代表处随望强烈争取，不过也无上新的进展。目前台湾人入境必须事先检附甲签证目的符合的证明文件甲健康证明，向尼泊尔驻外使领馆申办抓本签证。各种措施都和外交部批评讲，这是中国政治力的介入。政治不应该凌驾在人类的健康之上。这没有什么真的比人民的健康安全更为重要。这个时候，拜托，请他们不要再搞政治斗争，不要再军机扰台，不要再来散布假讯息，不要再来企图要分化我们的民心。沙特阿拉伯测试嘛宣布暂停包括台湾在内等等25个国家的旅客提观光签证入境。不过外交部表示，沙特阿拉伯是因为台湾甲中国往来真密切，才甲台湾来入去管制，不是甲台湾当作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尊重。嘛提醒台湾人要注意出入境上新的相关规定。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的疫情嘛继续在行，加州的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的状态，因为州内诊断确定的病例已经有53个人，还有一个致病过往。这个患者在生搁捌坐过至尊公主号游览船。目前的消息是，船顶有21个人开始出现有症头了。华盛顿州到当有10个患者死亡，纽约州诊断确定已经有6宗病例。美国加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北加州普莱瑟郡，一名身体有其他疾病70岁老大人，伫所隔离的病院不治，因为捌伫个过坐公主邮轮公司旗下至尊公主号为旧金山去墨西哥旅游。这邮轮应载客2600人甲1500名船员，目前已经取消停靠墨西哥恩桑纳达，搁登去旧金山。加州法院才来调查这个邮轮是受小型群聚感染。邮轮公司已经要求乘客踮伫家己的房间内，一直甲增派医疗人员协助。佫希望进前已经落船的乘客，若是有症状，要赶紧看医生。Preparing to work with additional hospitals and systems across the state as we anticipate more cases to emerge. 华盛顿州西雅图长照机构佫传出死亡病例，联邦官员宣布会展开调查。We are determined to protect those who are most vulnerable, our older residents, those with compromised immune systems, and others. Who are pregnant, we are recommending that we stay home and avoid large gatherings as much as possible. We are encouraging employers to maximize telecommuting and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employees who can work from home. 纽约也新增加确诊病例。纽约每72点钟就消毒地铁系统一摆，希望降低惊吓。目前已经因看到少部分的民众开始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欧洲这边武汉肺炎嘛是拖无休。德国、法国、英国昨一日诊断确实致病人数拢加数十个出来。上届上重的意大利3月初4通报增加587个患者，目前英国内计共有3000过89个病例，致病死亡的也已经有107个人。国内所有学校嘛拢已经停止上课了。欧洲版武汉、意大利当地时间初4，搁再通报500多例，即马总共确诊病例超过3000，死亡人数也破100。政府伫即马下停课令，全国的各级学校甲大学自初5开始停课到3月15。Abbiamo ritenuto di disporre la sospensione delle attività come ha riassunto l'amministrazione sino al 15 di questo mese. 紧急停课就是惊讲疫情会拖入学校，有民众赞成，也有人认为太过突然。不过，意大利政府强调，就要尽所有力量控制病毒。也讲，若是确诊病例数继续增加，医疗体系恐惊无法度负担。伫边仔德国甲法国疫情也逐天出现变化。德国到初4累计已经262例，16个邦内面有15个出现病例。德国政府讲，若国内疫情失去控制，有可能会封城。本来后礼拜要举行的莱比锡书展也决定要停办。卫生部也甲世界卫生组织看法无同，认为疫情已经进入全世界大流行的阶段。Aus der Corona-Epidemie in China ist eine weltweite Pandemie geworden. 另外，法国一天内加出73例，总共285例，死亡4例。政府讲，若疫情继续拖，法国可能进入防疫第3阶段。到时学校会停课，公共运输会停来。不过，关了2天的卢浮宫已经伫咧初4重新开放。但是英国4号增加了36例，是到目前为止一天内上多，总共是87例。政府伫前一天已经宣布正入紧急程度相关的第7级事件，也甲武汉肺炎列做法定传染病。为了要防止疫情，伦敦书店取消，也学校开始教学生武汉式的握手，就是无握手直接用脚互相卡对方的脚，这种拍招呼的方式。伫中东的伊朗已经是拖到全国。确诊人数挖近3000，死亡人数92人。对伊朗的疫情，美国释出善意，讲愿意斗相共防疫。不过，伊朗总统罗哈尼是无接受这个认情。مردم ما به خوبی میدونن شماها دروغ میگید واقعیت رو نمیگید. 罗哈尼伫当地时间初4讲，除非美国解除对伊朗的药品甲食品的制裁，若无所有的协助拢是白扯话。同时，真有信心的讲。伊朗会用上少的死亡人数度过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搁来看香港，只有一个富户人，毋但家己本身甲亲人拢致病，连伊所饲的狗仔嘛，互专家认定讲是有限的程度去感染着武汉肺炎。这也是全世界头一站动物喂着病。
昨香港政府派2只专机去乌北接民众倒转去，这香港人民一个落飞机，嘛随送去，也未有人入去大楼隔开观察。对武汉出发的包机，甲一个留伫咧乌北的香港人接转去。第一班伫初4下昼到香港，第二班暗时10点赶到。本来2班总共要接258人，尾也是因为有人体温无符合规定，一个人决定外借，所以只能载244人回来。咁衛生署嘅同事咧，亦都會向機上香港嘅居民咧係講解衞生嘅須知啊、檢疫嘅安排，同埋喺落機之前咧係量度體温後咧，如果佢哋冇任何症狀嘅話咧。亦都會係直接將佢哋咧係用專車係送往火炭嘅駿洋村檢疫中心接受咧14天嘅檢疫。乘客落飛機了，就由港府所安排巴士接到火炭駿洋村接受隔離。伫最後一個2班包機，不過港府也無法度確定人數。原來是第一批自日本登到香港嘅全球公主號郵輪嘅乘客，14天嘅隔離期也拄好伫咧最後透早結束。有2個人伫檢疫期間確診，其他106人離開檢疫中心，所剩嘅100人也係這3天結束檢疫期。嗰個郵輪 OK，有陰影嗰啲啊？冇乜問題。另外，香港海峽人左橋兒嘅狗，經過3遍嘅病毒檢驗，確定伊嘅狗是綠陽性。專家認定狗已經是家庭島感染，不過會一直檢測，一直到呈現陰性，才甲狗還予主人。包括隨時也確診嘅左橋兒嘅大嫂。加做群組感染增加到4人1狗。氣候署也講，即馬無證據顯示寵物會傳播武漢肺炎，所以唔通隨便棄養。記者綜合報道。同款來看亞洲嘅消息，日本這邊頂月日大阪一個表演場所舉辦演唱會，有去參加嘅民眾內底已經15個驗出治病，驚喺就是瓦金燒話來鎖定。同日本國內總一日就增加33個治病患者，首相安倍晉三嘛當咧考慮要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另外，馬來西亞總閣加14宗病例，也是自來增加上濟一日。下晡上界新，咱先來講點全世界醫學界排有頭頂嘅一本學術刊物，名叫《美國醫學會期刊 JAMA》。這期有報道到台灣咧提防武漢肺炎這個工課成果，佮分析講咱國內所採用嘅辦法。包含運用現代科技將健保卡甲出入境嘅資料相連接，佮有徛名、買喙罨含主動驗病毒這種種嘅過程，攏真值得世界各國做參考。社區有腳頭前排隊的人是長姥姥，因全部攏是要來買喙罨的。這是政府實施的買喙罨愛徛名的制度。這項措施是為着佇咧疫情的期間，讓大家攏有機會來買到喙罨。武漢肺炎疫情佇全世界繼續跌斷，台灣各項防疫措施，讓真濟國家學佬嘛要來學習。大數據分析、新科技，還有主動監測這一塊，利用健保資料跟你的這個沒有出國的資訊啊做連結啊，所以。目前就是說，你如果到醫院就診的時候，那醫師可以了解說你到底是到最近有沒有到哪裡。美國醫學權威期刊 JAMA 進前刊一篇史丹佛副教授王志宏等3個人的文章，內容學到台灣在武漢肺炎疫情發生的時陣，真緊就來做應變，預防大規模傳染。防疫經驗值得各國參考，像講成立指揮中心進前就開始實施提早登記檢疫，充分運用新科技來防疫。旅客在機場的報到櫃台先掃 QR code，就會當在線頂來填出入境的健康證明卡，甲健保卡串聯，以民署等等出入境的資料，找出確定的病例。買喙罨是名劑，訂用工廠增加產能。指揮中心閣是逐工召開記者會，說明疫情甲相關的防疫作為。最關鍵的地方應該是10幾年前在 SARS 之後，他就成立一個指揮中心。這次的疫情一爆發的時候，他就指派指揮官開始統籌所有的需要的資源、所有的資訊，抓住重點。是因為有準備，才有辦法提早發現。因為根據進前研究，台灣目前認為做可能是這屆武漢肺炎疫情當中嚴重程度第2懸的國家。不過到2月24，台灣確診排名是全球第10名，病例數量排名閣退到第16名，會當看得出防疫的效果。記者綜合報道。到底武漢肺炎影響經濟有偌嚴重？國家發展委員會陳美玲主任委員早起在咧立法院報告講，今年頭一季結束進前，病情也無法度平靜落來，經濟成長率拍算會落0.35%到0.57%。不過因為政府已經有推動600億振興經濟特別預算，這筆可能會當提高經濟成長率0.23%。
今年保二没问题。是。国发会主委陈美玲强调，武汉肺炎疫情对国内产业的影响正大，短期内对国内经济成长率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就是总体评估是0.35到0.5之间。是说，如果影响是一季的话，好。国发会讲，在个所谓经济时代，并不是所有拢受影响，有一寡产业颠倒是受到好处。严格工作不正悲观的评估，若是中国无法度全面复工。国内电子业在这3个恐惊会面对着长年的危机。我们的厂商也开始在找这个替代的方案，零组件在东南亚可以生产的就往东南亚，甚至往欧美的部分。主计总处在这理解，甲今年经济成长率有测达下修0.35个百分点。严格政府在这提出600亿纾困定型预算，国发会预测会当提升经济成长率0.23%。有民进党立委认为，未来定型抵用款的设计袂当伤过复杂，若无刺激消费的效果就会受影响。应该结合数位科技，提升方便性。把它全部电子化，把它全部用在手机里面的 APP 软体一键搞定。年轻的新创，它确实是可以透过他们的系统来协助政府，把这样的一个方式已经提供给经济部，让他们在做规划的时候一个的参考。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国发会暂时只敢评估到第2季。有立委认为，针对产业的冲击、纾困的需要，也应该超前部署。因为若是疫情继续拖久了，无排除第3季、第4季的经济成长率也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早起考试院下底考选部嘛宣布讲，本地7月甲8月会举办的6项国家考试，包含高考甲普考在内，目前是2个办，1礼拜到2礼拜才举办。自本办伫咧3月导游领队的考试，嘛要迁到5月初9。不过4月甲6月中间包含公务人员甲警察特考这几站，是也无要调整考试的时间。武汉肺炎疫情日团原定3月份进行的导游领队人员考试，然后到5月份进行，是因为考量到有3万外人报考，嘛有这个考生。但是刷来4月份到6月份的考试，像是公务人员、行政障碍人员、警察特考等考试，煞是无调整。有立委质疑这标准无共款。4月份的部分，我们目前也在评估是不是能办好，尤其身障人员的这个健康的防护这个防疫工作也是会需要特别加强，所以这部分我们在评估，那是不是要延期？我们最慢在下个礼拜会做宣布。徐署长强调，有问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意见，嘛毋茫到时阵疫情较稳定了后，会要求因挂喙炎来考试。但是若是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度考试，会当专业退费。另外，伫7月、8月举行的6项国家考试，会然后1礼拜到2礼拜来举办，主要原因是这学期然后开学。延到7月17到18，那这样子在刚好学期结束那后面也连带影响到5项的考试那我们全部都顺延1周。在考场的借用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也有可能遭遇到一些障碍啦因为借用的学校坦白说也会有一些家长或者是学生那教职员担心因为烦恼疫情，考选部借用场地拄到一寡障碍，但是考选部指出会补助必要的消毒经费。原定一个考场有30来位，若是有来自中国、韩国等疫区的学生，也是当场有人出现发烧的镜头，会安排到必用的考场。记者郭善刘志嘉台北报道。大细经病院急诊室的医生甲护理师是应付武汉肺炎，徛伫咧上界头前的人员。当病院就设计出会当搬刷的围栅。甲医师含要采验病毒的患者隔开，真简单就会当排会当采，医护人员的健康安全，有影就通加一站保障。病院接收到一个敢若是武汉肺炎的病患，医护人员马上替伊进行采检，这是病院防疫的演练。不过患者甲医护人员中隔开的查病相当的特别，为了加强第一线急诊医护人员的防护，有病院甲民间的企业合作，在时间内设计出安尼移动式采检的查病。这个屏风的目的也是为了要保护大家，来降低这个临床上的压力。不然事实上，我回去也不太敢接触我的老婆啊、小孩等等的。以前一回家，小朋友就飞扑过来要抱我，现在我会闪开，然后就留下
2岁的他一脸错愕这样子。那我想不只是我啦，大家都是会有这样子的心理疑虑。那我们增加了医师的保护，事实上也让我们更安心。不然事实上我也不敢跟我老婆说，我今天裁剪了这样子的病人。医方表示，伫咧防疫上前线的医护人员相当重要。这个研发出来的杂病，会使自由的移动，无受患者所在地点限制。而且采检康直接加装作业的手套，也有采检了后直接回收采检罐的安全措施。唔若设置，也有收起来拢真方便，袂使避免医护甲病毒直接接触的风险。其实医护人员其实还是会害怕的哦，这个很现实的讲，虽然我们有很多科学化的，包括我们的防护工具啊，那事实上这个病毒毕竟全新啊，那这个未知的状态，我们第一个要保护医病双方的安全。动作学会议长表示，安尼移动式采检的杂病，会使有采检的过程更加安全又更有效率。未来嘛会使应用可能拄到扩大筛检的状况，而且安尼检疫防护设施嘛已经甲全台200多间急救职能病院分享，共同来强化台湾的防疫能力。记者台中综合报道。3月初时的报美国的国会联邦众议院表决台湾友邦国际保护，甲加强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法案，就是咱讲的台北法案，结果是顺利通过。今日早起蔡英文总统接见美国在台协会 James Moriarty 主席的时，嘛特别表示感谢。Moriarty 主席嘛讲，踮蔡总统这任的任内，美国会用加倍力头替台湾拍开国际行大的空间。Great people. The Taipei Act strengthens our relationship with our partner Taiwan, and it does this without spending a single U.S. tax dollar. 美国联邦众议院伫咧初4下昼就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加强倡议法案，简称台北法案做表决。这项法案伫去年由参议员郑德纳等人提出，参议院已经伫咧2019年10月通过。中期的版本是以参议院版本小可做修正，共款有强化甲台湾的关系，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严格进前的签署 FTA 文理是解决加强经贸关系，这个广泛的文理来取代，得到415票压倒性的通过。Bill is passed and without objection. 在众议院通过了，一共需要经过参议院达成版本一致，才当送交予川普签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发表声明讲，在今仔日甲每一天，国会会继续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就是美国甲台湾徛做伙。总统蔡英文伫咧吹过接见 AIT 主席莫健的时阵，特别感谢美国以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非常感谢美国国会友人对于协助台湾巩固邦交、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增强台美经贸关系，以具体的行动来表达支持。During President Tsai's second term, we will redouble our efforts to expand Taiwan's participation on the global stage, a need exemplified by the ongoing spread of coronavirus. 目前也讲到台湾在这边防疫处理的透明度加典型的表现，也进一步展现台湾民主的实力。李总统除了希望台美会当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强化双边的贸易成果，也再度强调台湾有意愿要能力加国际社会做联合作，为对抗疫情做出更加多贡献。也希望台湾在咧国际参与上有更加公平的对待。记者综合报道。早起行政院的记者会，劳动部有表示讲，到昨日全台湾有49间厂商，计共1951个劳工有去减到上班的时间，都要休困监督的情形。劳动部为了帮助劳工甲雇主双方面渡过难关，已经有偏41亿外预算，针对减上班、甲失业的劳工，甚至是企业各方面列出短暂、中期甲久长的计划。充电再出发的计划跟安心就业的部分，充电再出发的计划是我们针对减班休息的这些事业单位呢，我们提供就事业单位来讲呢，我们提供他一个训练的一个补助，也就是说，这个事业单位呢，他给我提出他的一个训练计划我们最高可以补助到350万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计划，让事业单位呢能够来提出来，然后呢，这些劳工朋友呢参与这些计划呢，我们每一个小时是补助他158，最多到120。
劳动部强调，疫情若继续缓歹，会开始推动公共服务这方面，用短期的工课请人，经过各县市政府提供失业的劳工有事做。卫生福利部是讲，中国的疫情虽然有了较平静，不过全世界病情也是拖无休。咱国内防疫的工课也会准备进前，包含病院的患者分无共线路出入，医护人员分出固定范围作业，阁有外科手术的水暗，会提供给病友30日安全的库存。防护衫甲 N95 的喙暗，嘛有25天安全的准备量。过来讲，立法院游锡堃院长昨在咧 Facebook 发表讲，厝内的人连续接到恐吓批，笔录做煞，警方说无效无实。尤其门骹口的巡逻箱嘛，已经几落冬无人签到。不过台北市警察局有回回讲，即马是拢用电子签到。内政部市高永部长嘛讲，恐吓犯已经有抓到了。总是杨院长表示，亲人是真无辜。安全问题，望警方要较重视较好。立法院长游锡堃伫面册讲，家己甲厝内底人被人假批甲用面册连续恐吓，毋过报案甲即马半个月拢无消息。因厝门口的巡逻箱报案甲即马也是空空。现在就是说全部用 QR code， 那有的时候是贴在箱体里面，但有的是贴在那个上面。台北市府警察局表示，外勤单位巡逻表已经伫107年10月全面改造电子巡逻表，加上游锡堃做院长了后，向保达总队表示爱戒掉，所以特别伫咧徛街边设置的新的巡逻箱，也拢依照规定电子巡签。另外，院长被批恐吓，内政部长徐国勇回应，警政署有掌握，也已经抓到人。可能是在这一部分里面联系上不够精细那这一部分我想我会请我们警政署的相关的人员去跟院长做报告。这个案子在中下旬就已经破案，而且做相关的笔录。到底是不是联系出了问题，地数误会？立法院长游锡堃再去强调，伊伫3月初2还阁受到恐吓。伊表示，这恐吓案件无聊早就透过管道知会刑事局，也做过笔录。不过台北市基层关警说唔知伊被恐吓。3月2号还收到他的汇票，可见他并没有因为警方的安排而有收敛。那这个重要不重要？有没有破案都不重要，有没有移送法办都不重要。我讲的就是人身安全的问题。对媒体追问是不是了解即马巡签改造电子化，游锡堃无正面回应，只强调厝内底人真无辜。发文的目的只希望人身安全应搁较被重视。记者综合报道。咱嘛继续来讲几站治安方面的消息。昨半暝，高雄林园有一栋2层楼的民室仔厝，去互人激起有弹。厝主的后生对2楼跳落来逃生，厝主翁仔某伫1楼听到爆炸的声，即时逃出来。不过查某囝困伫咧2楼，未赴脱走，纵身回困。透早3点外落雨门啊，消防车赶到火警的现场，发现面体2楼青烟出，赶紧救水伞拍火。伫5分钟内，面体火就被拍花，厝主的面拢熏甲乌去，伊的牵手一直哭。因为消防队员伫咧2楼的房间内找到伊48岁查某囝，已经明显亡性。我点一个，我走完点一个，我讲上来3点半起来找我。即间伫咧高雄市林园区的明体，最5透早敢若是互人自2楼的后阳台单起有弹放火，火真紧就炭烧开。住伫咧1楼的老阿某一时走出来无大解，2楼的后生自阳台跳落来，脚受伤送病去。厝主讲，进前甲亲戚有纠纷，也阁闹到进法庭，怀疑救弹是因弹的。初步这个不排除是人为纵火的可能不过依据这个被害人的指述他已经有这个指述有一名可能跟他目前有发生这个诉讼纠纷的一名这个亲戚友人这个设有重嫌。那目前为止我们也针对这个嫌犯正积极追缉当中。伫透早3点外，这场大火，一家伙仔4个人伫困梦中被惊醒，造成一死一伤。警方无排除是有人跳工放火，对厝主的后生是毋是甲亲戚有伤害纠纷，也阁等待警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昨网络的红人蔡家骑奥多摆载有新9个月的牵手，煞伫咧半路，互不明的人士举棍起来喊，毋若车倒，翁仔某2个嘛拢跋点涂骹。卖手蔡家本人有出面用影片说明代志发生的过程。
拄着代志哦，拄着代志哦。来，我办奥多巴倒里啊了，说要交李飞要吃一杯物件，后面有一个人过来拿了铁锤攻击我跟李飞，没有在开玩笑了。他先不知道是用打的还是用铁锤直接揍了李飞一拳，然后又用铁锤砸了2下我的脚。然后人就跑走了，往后方跑走了。这桩攻击的案件发生在咧昨下晡4点外，一个穿乌衫、挂出烟的不明人士举棍仔攻击当伫咧半路挡红灯的蔡家翁某，犯案了后随着脱走。警方嘛公布当时监视器录影的内容。蔡家是脚头有甲手骨受伤，伊有新的牵手，嘛赶紧送去病院治疗。加在2个情形拢无严重。本地有消息讲是行车方面甲财务的纠纷来所致，不过蔡家的经纪公司发表声明，讲若这不是事实，也已经报警察提出告诉了。再来讲阿摩图超海沙所起的犯处，这是会大大影响民众徛街的安全。台北市北投区大道路3段遮到24号这款海沙处，今日早起市政府的都市发展局就派出卡手，强制去甲这栋建筑拆现煞。都市发展局嘛讲，市内也有19搭这款着爱拆除佮登起的海沙厝，因也会加紧作业。通知写一响，怪手开始作业，拆掉要50年历史的海沙厝。这是伫咧台北市北投区大道路3段的海沙厝，是地上4站、地下1站的建物，总共有24户。住民都觉得该离开的时候，他们就离开，因为那个情况真的很不 OK 啦。所以他们还是该退，他们就退。就觉得他们其实配合度很好，只是地主跟屋主大概有一点想法不一样啦。当地里长表示，住户大多数拢了解海沙厝无适合人住，不过整合的过程也是有拄到一寡困难。加在最后，居民也是有配合作业，因为遮伫104年来管制海沙厝，108年9月伫咧3大公会现勘了后，判定有严重损害的状况，恐惊影响到公共安全，所以优先拆除。整个客厅天花板哈，还有这个，你看这钢筋非常的锈蚀哈。钢筋碰到那个海沙，就是盐分啊，就会怎样，生鲜的。都发局表示，目前全台北市也有19位需要拆除中间的海沙厝，为着维护市民的居住安全，会继续加速拆除海沙厝和围绕建筑的行政效率，而且嘛适时做修正。记者李定张随台北报道。来讲也必合学生运动，到今年拄好30档。当时，带学生出来街头抗争这的头人，真侪拢已经进入体制。即马嘛有大学生的团体，针对这责任新选出来的国会，阁有已经咧做官，这换头带责任的前辈人，提出5项少年家的诉求，包含青年参政、劳工的权利提升，甲捍卫国家的主权种种。咱嘛来听看卖。发生伫1990年3月野百合学运，今年拄满30年。桃园市长郑文灿、新科立法委员范云等民进党政党人物，都是当年参加的人，如今已经进入体制。好，即卖大学生也决定对新国会提出属于青年世代诉求。当年的学生事实上在当今的社会里面，成为了某程度上的一个当权者。这也是为什么现在30年后的青年学生来到立法院，希望对当年的学生提出我们的5大诉求。在18岁投票权的这个议题，台湾在现在民主国家已经是敬陪末座。76个被界定为民主的国家里面，全世界只剩下台湾、跟突尼西亚以及新加坡，20岁以上才可以去投票。青年参政的部分，学生过一摆呼吁投票年会应该要下修到18岁，才对着国际潮流，搁呼吁新国会启动第2次教改，推动思考转型退场。伫路权甲环境部分，分别要求赶紧通过上架降资法，积极参加国际气候会议。另外，由民间团体要求应该进行
中华航空甲号召的台湾证明。在疫情当中，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全民的觉醒哦，看到证明的重要。那我想就从就是飞机哦，台湾航空哦，跟这个中华航空这个部分，那我今天至少可以承诺，我们会尽快的做一个立法委员的一个提案，能够提出哦。原本是台大社会学者的身躯立委范云签承诺书，高选择性为台湾证明的相关修法开始推动。学生团体预告也把下30周年系列活动3月开始，不过受到疫情影响，世代论坛甲广场运动晚会会延期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天气，因为冷气团的影响，早起7点10分，玉山落雪，一直到到7点50才点落来，雪只有1公分悬。镜头看过去，玉山也变作是银色的美丽世界。早起7点10分，玉山开始落雪，一直到7点50才冻点。8点10分是开始换落雨，落到8点50雪也拢扬去了。气象局表示讲，今日因为冷气团影响，甲华南分河区往东边移线，天气会较湿冷。按算这波大陆冷气团上界冷的时阵是明仔载透早，今日下半晡开始也会转做大冷。高山顶搁再落雪机会，行的就较有限了。搁来讲，现代人嫁娶晚，有诶要结婚，无得空嘛要生囡仔。台南市林德区的户政事务所，就按今年正月开始推出一贴祝好因赢幸福的大补贴，款真侪趣味的礼物，要送予伫咧特定指定的日期来登记的新人，就是要鼓励因结婚了后，会当赶紧有新姻，拍拼精散报告。每月指定日到仁德户所办理结婚登记，就送结婚纪念卡及幸福大补贴1份哦。结婚登记阁会使摕小礼物。台南仁德户政事务所结合2020年华语爱你爱你的意思，头摆推出上顶好运圆满的礼物，只要来遮登记结婚的新人，拢有祝你好运、赢幸福的大补贴，希望互民众喜上加喜。是每个月都会指定一天，那基本上都是从农民历挑出来的那个所谓的好日。若是新人伫特殊的日子，像2月14西洋情人节、5月20海音我爱你，也有旧历的好日。来仁德户政事务所登记，大家人拢通摕到一贴大补贴，内面有造型说文、蜡烛等等的物件。在我们的指定日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就送他这个纪念卡，然后他们就可以在上面写下对彼此的贴心话语，或者是对新婚的感动或期许。这张爱在仁德的结婚纪念卡片，互新人通写情话给对方，户政人员嘛会经特别的日子免费寄予新人。这个结婚登记送礼活动会继续办到年底。户政事务所希望伫2020年会使欢喜迎接双双对对的新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现代人嫁娶晚，甚至有的嫁娶了后，伊也无得空要生囡仔。国情也想到较早吼，台湾俗语，咧劝人嫁娶的话，国语也袂少。咱捡几句出来，互相研究一下。头一句有当着吼，若查甫的较晚娶，厝边的人都会较劝啦，劝讲吼，你毋好安尼啦，无母无教，穿衫会破肩胛头。这就是传统农业社会。若讲穿衫破，拢嘛是妇人人，厝边的主人咧补，毋则讲吼，无母无教，你穿衫都会破肩胛头，也无人甲你煮饭、洗衫、补衫，总是即马。男女拢平等，大家拢嘛爱学一手会晓补天的工课，拢嘛爱发到家内家外的代志。毋过即句俗语话本意，就是咧劝查甫人讲爱较紧嫁娶咧。当然无某就无某，来佫讲无教，即句吼是对后尾一句话咧加强口气啦。无某无教啦，无某尔吼，也无半个囡仔安尼叫做无教啦吼。毋过吼也有咧劝咧，嘛有咧劝人讲吼，嫁娶毋好遮赶紧的呢。真侪女性，伊面对讲年岁到啊，若讲厝边的人咧催咧赶，有当着一句俗语话就咧提醒哦，提醒讲吼，结婚婚姻大事这是终身来拍算，你毋通赶紧，因为紧捧无好势，紧嫁无好大家。观众朋友你注意看，那台语的汉字大家正是写这2字，你讲大家好，迄个大家咧，迄个大是着落中原迄个着，堆着的着。迄字才有得大家的大，这2字台语的读音就是大家，紧嫁无好大家啦。总是一人一片理啦，赶咧赶，慢也咧慢，
我若讲唔嫁出，你讲无母无教，穿衫破肩胛头。我若赶紧要嫁出，你讲紧胖无好势，紧嫁无好大家。两边拢有代志啦，唔但干那两边有代志，连做中人的嘛有代志。啥做中人？嫁出来中人就是唔人你。社会上有一款人，你家斗牵代志，斗接代志，你若保证讲伊做会成，唔就好。你若无法度甲法律收尾，伊阁会甲你怨叹。这俗语咧讲，就是讲做唔人，就爱阁甲人包生囝。即句话哪真趣味。无啦，我做唔人尔，我哪有咧甲你包生囝？吼，确实嘛是有人真正遮爱计较。公亲有当着啊，无应该会变事主，这嘛有哦。过来，咱过来讲吼，有一句俗语话咧讲过去查某囡仔赶紧要嫁，赶紧到什么程度？赶紧甲讲，人好好咧，好好意要甲讲，伊唔家己意向的人，什么条件佫较歹，伊嘛规个心肝要对去。即句俗语讲，红顶四桥光唔行，大屁仔筋对人走，总是这是咧批想讲是安那样，目睭安尼袂晓选择，红顶四桥来甲你光唔行，好好甲你礼态，你唔叮当，结果大屁仔筋，也无半项你就对人走。毋过国情今日即句俗语话要甲颠倒头讲，无论红顶四桥还是大屁仔筋，人生啦，人生拢是家己甘愿，家己担当就好。人查某囡仔就介意要大屁仔筋对人走，你做爸母的身躯边的人，毋免甲多计较，你就要甲祝福，因为甘愿，伊就会家己去担当，去食甜食苦。啊，因为结婚，毋则有一句俗语，山上讲人讲爸母生囝细团细，有影啦，爸母若年老，咱做事势就是爱看顾。旧年照顾长辈、老大人遮的事势，事实讲，家己肩胛头的压力嘛是真重。甚至过去，佫捌发生讲时势带时代做伙行地路的不幸。啊，从我县内丽水遮有设一搭场所，专门伫咧服务点出来照顾时代遐的人。尤其即阵啊，即搭佫设一个所在，互人浸脚消透压力，嘛通互厝里有时代辛苦病痛遮的家属互相来遮交流。压力真大，大好这个时阵，咱的局长心理师来到厝内面。老人照顾老人的情形是真普遍，为着减轻家庭照顾者的压力，县府和地方病院合作，成立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服务据点。那我们在我们这边，我们会提供心理师、复健师，还有很多的一些设施，让他们能够把心情放松。彰化县即阵已经有5个家庭照顾的服务据点，分别伫咧彰化市、延津、员林、和美、甲二水。其中，伫咧二水的据点，最近佮加设一个泡脚的专区，佮较正做是全国第2个由公部门设立的家庭据点，要互家庭照顾者会使来遮休喘一下。在二水地区，我们市场2楼本来就有一个很好的日照中心。整合中心，那现在呢，又把我们的这个家庭这个照护者的这个后续的福利也放到这边。厝内底人照顾时大人的压力，常常去互放袂其实，也较无机会接收到外界的资讯。县府希望透过这个家庭的支持服务据点，互负责照顾的人有机会来遮休喘放松，也和社会交流，提供因更较侪社会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牵连。嘛造成世界展望会甲花莲的家扶中心这的社会团体，本地发放经济较安斗的学生囡仔的助学金，还佫欠上千万无人来管。当有将近5000几个学生甲生活有困难的家庭，确实是足需要社会各界来伸出援手，雪中送炭。陈小姐是住伫花莲有2个囡仔的单亲妈妈，平常是伫民宿做摒扫的工课，毋过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关公了，伊就无收入啊。厝内底的囡仔嘛因为上细汉无法度做散工，生活已经伫要过袂了。没有观光客，所以以至于说就是临时工的工作也锐减。所以现在生活其实就是会过得比较辛苦，是有困难，所以就有来家扶做求助这样。清寒囡仔助学金嘛欠真济，花莲家扶有900多个个案，总共欠100多万。世界展望会有3909个学生，爱2800多万，目前佫欠1000多万。为什么捐款会减少？社福团体讲，因为资助者大部分拢是做生意的，可能和疫情冲击着有关系。问我们的捐款人，企业的那个捐款其实是很少的，那都是属于这些中产阶级捐款。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疫情其实影响最大的也就是这一些。好代志佫较严重的是，部分满18岁囡仔想要做散工，毋过受到疫情影响，无做工的机会，有的囡仔规期放弃读册，希望提早来做工课。
很心疼他们，因为就是家里的关系，就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往自己未来的梦想前进，所以很希望就是能够透过社会大众的帮忙。根据家户的调查，受辅导的个案家庭有8成是一个人饲规家伙仔，7成是单亲也是隔代教育，6成全户逐个月收入无到2万块。较少囡仔放弃读册，提早去做工课，有24%是临时工，22.3%是服务业，薪水拢无悬，土地侵害的问题会搁较严重。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斗送翠暗酒精这防疫的物资，中华邮政启动3000几个人员，一箱酒精10外公斤。一天就要搬上100纸，讲起来是比较提批加真艰苦。不过高雄有一个邮便师，今年已经64啊，嘛同款和人照夹照搬。伊讲真忙，就是忙要替防疫的工课斗出一点力。邮局的同事将规箱酒精放入去白色塑胶箱啊，防止运送过程弄掉。64岁邮务师杜永亮，这个接手搬上车，一车装24箱要送去健保邮局。是比较辛苦啦，比较重嘛。但是因为平常工作就是有那么出众，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得心应手，应该不是问题。一箱超过13公斤，每一间药局配3箱，杜永亮一抓爱走8间药局，5号之间可能爱走5、6抓，但伊搬起搬落无嫌忝，嘛真乐意参与防疫工课。因为台湾分酒公司一礼拜配送1件酒精，中华邮政希望一天全部送完，特别调拨专门的人力，要让民众较早买到。就是减少休假的人手，把它抓出来，就是调出来。今天我们是总共大概高雄地区，我们大概是配到了12到15个人左右。12到15个人左右，专门在跑这一个了。就过年前有买到啊，过年后就买不到了，到现在都买不到。有民众对旧历过年开始就买无酒精，最近逐天到药局问，看到邮差送来非常欢喜。目前台酒每一天的产量有20万罐以上，除了台酒甲中华邮政合作，一礼拜配送1件。5号台糖嘛释出1万担，予专人的门市，希望愈侪有需要的民众顺利买到。记者王家川、郭建顺综合报道。咱来讲台南市内有169间国中国校，发到营养午餐的厨房人员计共有560个，560个主要10几万的学生囡仔食。不过厨房人员和学校做食室的业者，所拢无配给到喙炎，那就有民意代表表示讲真烦恼。台南市教育局说明讲，学校的厨房人员挂普通的喙炎就会用得，喙炎嘛就要家己款才是。总是医师有建议讲，若有医疗级的通好挂是较好。挂喙炎、滴帽啊，是标准主家人员的配备，而遮尔啊顶真，就是惊无细字可能真做防疫的空棚。台南市169间国中甲国校啊，中大堂是560个都自主的，供应台南市超过10万的学生，煞传出负责主家的总铺喙炎无够，我外界真烦恼。没有人去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发生。我们现在使用的都是之前的安全库存量。那如果是小校，他们可能就会马上立刻就面临这个困难了，对。家在进前有一寡库存，不过疫情的时间愈久愈长，嘛互学校真烦恼。有民代认为政府应该爱甲总铺纳入去医疗喙炎配给的名额。针对这点，台南市教育局表示，因为考虑到卫生安全，挂喙炎主食本来就是标准的配备。不过目前也无需要用到医疗级的喙炎。医疗用口罩其实厨工在制备的时候是未必要用到医疗级。其实一般的口罩、布的口罩，还有一般所谓透明的口罩，其实都可以用。我们在防疫之前，平时大概厨工那么都采用这种方式。现在饮食方面的工作人员，我们还是建议戴医疗用的口罩。如果真的买不到的话，可以戴2层纸口罩啊，至少可以防堵到你的飞沫传染到那个食物上面去。医师强调，冠状病毒会当调伫表面5天至9天，若真正有治病佮煮食，确实有真大的风险。也是建议做食相关的人员爱挂医疗的喙炎。另外，台南市教育局是讲，开学进前已经请学校替总铺传各种卫生防护用的喙炎，嘛请因做卫生自主管理，降低传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中寮乡爽文国中的王正中主任，已经发动招募南北2路的老师，主动去参加研习的课程，几多年了。王主任讲，望所有的老师拢会当去伊遐得到支持，甲电充5把，就通转去家己的教室内底，教学生囡仔教了更较好。
平常时教学生读册的老师，煞变成伫台骹坐停停咧上课的学员。这寡老师是来自全台湾各地头的各中各小老师，因利用休困的时间来参加演习活动，希望透过交流组成社群，找出家己适合的教学方式，通用来教囡仔。照单全收，我可以有我自己的变化。我觉得从1到2到3，你会发现课堂当中可以有很多无限的延伸，而不一定要教一成不变的东西。由南投中寮双门国中王正中主任所发起的孟德恩私房系列活动，自104年开始举办到今，已经有25000位老师参加，嘛是108课纲上大的能量。今年干那南投这场，就超过600多人报名，其中有100多人是真正的参加过的老师。老师的热情，老师的正能量，老师的同理心，老师怎么样去面对学生，这样的一个教学现场的专业成长也是非常重要。孟恩最在乎的就是实践，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老师愿意去实践。只有更多老师实践，课纲才有真正成功的可能。只有实践，才能让学生的学习真正发生改变，实质的改变。这几年，孟德恩四方这种循环，成做教育改革重要的力量。王正中讲，只有老师拍拼去做，得到支持，互相扶持，咱的囡仔未来才有希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的潮州，因为地形甲风势影响，空气普遍的是不止也歹。针对这项问题，国立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的博士林建明，伫咧潮州的潮东国校，带学生囡仔利用简单的材料制作太阳能空气清净机，效果有影是不止也好。咱嘛赶紧来看卖。潮东国小这台太阳能空气清净机是台湾大学应用力学博士林建明带学生组合太阳能板、摩打、铝网仔、巴底里制作的，费用常常咧唔免4000块，唔若开销省，期待放几日嘛无问题，甚至加出来的电力，阁会使摕来甲手机啊充电。我们利用太阳能板在天花板取得能量以后呢，我们借由控制器可以储存在预先的电瓶上，这个电池呢可以储存多余的能量，额外的电可以立即的供应这个马达，处理空气清净的。一个过程。林建明表示，大家拢知影潮州空气污染的原因，却无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希望地方有想要伫学校倒空气清净机，却因为经费、电钱来动点。其实屏东的日头光真足，利用技术整合，唔但符合108课纲的核心，阁会当改善空气的品质。潮州空气不好，大家都知道，可是很多人都只是去解释问题，没有人可以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那其实屏东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就是太阳能。那太阳能如果可以善加利用的话，它并不是不好的，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天然资源。林建明的理念得到大大肯定，受不少学校邀请，希望团队会当去校园推广，带学生利用科学、利用天然的资源，改善污染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和明仔载2天，因为冷空气影响，各地头拢会反较寒。下半部温度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6度到18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19度到21度。台南、高雄、屏东21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17度到22度。金门、马祖、澎湖12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